第100面金牌，第3章，一个阿斗仔2款突车。今年茶山山海宫主府王爷千秋是拜三，一天暗时，亲戚朋友做伙开讲话仙闹热滚滚。阿红的爸爸今年假办一道，予阿红通好请同学甲老师来茶山谢神食拜拜。这是阿红头一摆做真正的主人。姑婆你好，阿红啊，这位嘛是老师哦。姑婆，这位是甲老师。老师，阿红的老师是美国人呢。姑婆好，我叫做甲茉莉。甲茉莉，姑婆，我拄来台湾的时，上第一节课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Good morning， 所以下骹的人拢叫我甲茉莉先生。恁看啦，阿红的老师是美国人，叫做甲茉莉，大家看啦。Kevin, answer my question, okay? Yes。甲老师，你要问贵主房什么问题哈？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? 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. How old are you? I am 13 years old. How tall are you? I am 5 feet 3 inches tall. 贵主好，大家拢咧看你呢。你回头看，倒下边仔拢是人。哪会安尼？夭寿哦！阿红才去读一学期尔，都已经学会晓甲外国人讲话啊，有够敖的啦！添一届着补，选着学校啊！是啊。恁搬旁来啊，恁大家来拢围点遮啦。阿红嘛，恁阿红有够敖的呢，竟然会晓甲阿倒仔讲英文哦。但阮迄个阿英已经高3啦，阁唔敢讲半字哦。阿红遮厉害你着要好命啦！那有啦。阿红袂歹哦，英语讲甲遮尔好。师爷，你来啊！太叔你好。Kevin， 这位老先生是……外国老师会晓讲台语哦，比我这个台湾人讲的台语搁较标准呢。太师傅，这位是甲老师，这位是杨老师，伊是阮班的导师，还佫有同学。各位老师，太师傅，伊是阮班的师傅，就是阮班的老师啦。大家免客气，菜好真良吃。郭老师有介意食中华料理无啊？介意，我上爱食水饺。食水饺？水啊是要安怎食？郭老师，你的怪声怪调，害太师傅听拢无啦。毋是，水饺，有菜有肉，佫有面皮，食一喙啥物拢有，芳佫营养。水饺啦！中华料理的特色甲真侪无同款的材料，会当创造出新的口味。材料真侪真复杂，变化就千百款啦。师爷、老师，这出是酸鸭牛肉丝，恁大家来吃看卖。若讲到牛肉，迄个西餐敢是牛排是牛排，沙拉是沙拉，先食一种，
可食另外一种，不甲安尼清清楚楚啦。无共部位的牛排吼，滋味甲口感拢有差。也毋过酱料，敢若乌胡椒甲蘑菇，吃来食去拢差不多啦。中华料理的牛肉吼，就足神奇的，毋但规只牛每一个部位拢会当用，配合各种无共款的调味料吼，各种青菜会当增加的色泽甲香气。经过用煎的、用煮的、用炒的、煎的、吹、牵煎、用沙的、烫的、烘的、用浮的、用白的、用沉的、用滚的、用炕的，摕去红烧、用翕的，还是用卤的，至少吼会当变出青外出菜呢。今仔日旧历3月16，山野都还未过煮的，添用冷冻水果恐惊会较甜哦。我来食一喙山野牛肉试试看卖啊。袂歹，有够酸，就袂遮尔甜。来，大家试看卖。牛肉吼有山野的香甜，山野内底阁有牛肉的味。这个甜吼，阁有头参水果醋。我嘛要试看卖，看敢会当食出遮尔济滋味。